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西藏与印度古代智慧中心奠基仪式；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印度总理莫迪母亲逝世；达赖喇嘛尊者悼念荣休教宗本都16世逝世；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巴西新总统鲁拉达西尔瓦。司政边巴茨人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进行了一系列访问活动。驻台湾代表格桑坚称在台湾出席会议及相关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1月3号上午，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出席了达赖喇嘛西藏与印度古代智慧中心奠基仪式。印度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基伦里居珠先生、比哈尔邦农业部长库马尔萨奇特先生、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茨人等政要陪同尊者出席。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致辞时强调，正是由于慈悲和非暴力等悠久的传统，世界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在印度蓬勃发展。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我们需要鼓励人们正确地理解非暴力的概念。西藏人民很幸运能够来到一个明确坚持非暴力的国度中生活。据了解，该中心将为各国人士提供一系列全方位的课程，并且致力于学习、理解和促进实现心灵平静等的文化，特别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在西藏扎根的印度传统文化。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月1号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出席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的7万多名信众参加了法会。另外，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的母亲希拉本·莫迪于当地时间12月30号凌晨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家医院中去世，享年99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闻讯后相续致函摩迪总理，表达了慰问和悼念。达赖喇嘛尊者在吊唁信中写道：“我目前正在菩提迦耶，我向你表达最诚挚的慰问和哀悼，并为你离世的母亲祈祷。你的母亲活到了99岁的高龄，她看到她的儿子担任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一定会非常自豪。”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茨人也在随后致函印度总理莫迪，对他的母亲希拉本·莫迪的逝世表达了慰问和哀悼。与此同时，天主教荣休教宗本都16世于12月31号在罗马去世，享年95岁。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于上周日1月1号致函新德里的教廷大使，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吊唁信中为他精神上的兄弟荣休教宗本都16世祈祷，并向所有天主教的信众表达了慰问。尊者还呼吁人们遵循逝者的精神，尽己所能地为宗教和谐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另外，正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月2号致函卢拉达西尔瓦先生，祝贺他再次当选为巴西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表扬了新任总统在消除该国饥饿和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在保护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亚马逊森林方面的承诺和努力。尊者祝愿他上任后在实现巴西人民的希望和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此外，在圆满完成对佛教圣地菩提迦耶的各项参访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茨人于本周41月5号开始，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一系列的访问活动。今天上午，司政边巴茨人主持了由新德里西藏之家组织题为“普遍论理”的研讨会，
随后与藏人大学生进行了交流。下午，司政访问了位于新德里近郊的桑叶林藏人定居点，并出席了由流亡藏人商业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本周四，司政访问了设立于新德里的教育部印刷厂和西藏医学和天文研究中心。在对新德里展开访问之前，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1月4号对加尔各答进行了为期1天的访问，并出席了由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东部地区召集人卢比穆可吉先生组织的题为“中国对西藏的人权侵犯”研讨会。该组织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林梅先生和其他政要出席了会议。另外，司政边巴次仁还于上周五12月30号在菩提迦耶会见了日本非官方组织希望之火的多名活动家。司政在会晤期间建议上述活动家在日本的教育机构中翻译和教授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社会、情绪及伦理道德课程。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村先生于上月中旬开始，在台湾各地出席了一系列的会议和活动。12月16号，代表格桑坚村先生应邀出席了台湾文化部举办的首届甘丹安区宗喀巴大师圆寂纪念日活动的新闻发布会。12月23号，代表格桑坚村先生出席了在新竹玄奘大学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召开的111学年度第2次会议，检讨和审议了本学期已完成的工作内容与效益，并集思广益，规划了明年度的工作事项。玄奘大学藏传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石兆慧法师、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法导师丹增南卓仁波切、学语出版社负责人赖于宁女士、国际台湾藏传佛教研究会前任主席哈辛仁波切、本届主席堪布吉门南甲、三学会代理会长李彦忠、蔡庆一居士、该校藏传佛教研究中心执行长陈台炫等出席了会议。此外，本周五12月30号，代表格桑坚村先生在办事处的佛堂向来自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学生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相关政策和运作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代表格桑坚村先生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助理教授陈乃华、客座教授刘玉光以及15名民族学系的学生详细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和领导藏人解决藏中冲突，以及在流亡中保护西藏的文化、传统及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努力。此外，驻台办事处秘书长明久玉珍女士向来访的学生介绍了她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工作过的经验，以及流亡藏人妇女所肩负的责任和付出的努力。而正在台湾进行培训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的工作人员次仁卓玛女士，也以她自身的经历向与会学生介绍了中共对境内外藏人的严厉打压政策，尤其是对境外媒体人士的打压情况。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